奉命進入北京城嘅軍警喺戒嚴令實施之後第3日，仍然唔能夠進入市區。好似呢6架載住武裝警察嘅車喺北太平莊行緊去市區嘅時候，突然俾市民攔截。幾分鐘之內就聚集咗近1萬個市民。武裝警察喺毫無選擇嘅情況之下，唯有翻轉頭。至於呢度離開市中心40公里嘅六里橋，軍隊喺度停留咗3日，仍然俾市民包圍。啲學生用繩將軍車圍住。呢度啲群眾曾經向軍警掟石，而軍隊就發射催淚彈，但係雙方嘅衝突好快就停止咗。而家市民見到記者嚟採訪，就表示歡迎，紛紛作出勝利嘅手勢。而農民就喺其他附近路口設置路障，自己負責指揮交通，唔準軍車經過。而呢度離市中心25公里嘅公主墳，啲軍人亦都係3日唔喐得。佢哋本來停喺馬路，後嚟為咗唔阻礙交通，啲車停咗嚟地盤。佢哋完全唔可以離開軍車，瞓覺都要喺車上面。北京嘅市民同埋學生為咗防止軍警入市區，用盡一切辦法。近住天安門廣場嘅前門地鐵站，俾幾架巴士塞住。目前全北京市大約有270架公共巴士俾人用嚟做路障。無線電視記者許有明喺北京報導。